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到尾分去。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咱做用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逼带阮入敌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做伙来起引，咱今仔日启文是伫第61篇。恁遮会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
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爸，阮谦卑诚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用仁慈款待阮，也赐福万百姓。阮感谢你应选阮做你的囝儿，佮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出世伫世间，为阮定立十字架顶，救赎阮的罪过，互阮甲上帝和好。佮赏赐圣神伫阮中间保守看顾阮，伫严重的疫情中间，会当互阮搁伫圣殿内底来敬拜你。阮感谢主赐阮逐人无共款的恩赐，求主帮助阮善用遮个恩赐，来侍奉上主，完成上帝互阮逐人的工课，互大家得到利益。阮将本身献互你，一世人行入你的面前，用圣洁甲公义来服侍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圣歌队来学乐。
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11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11节。兄弟姊妹，关系圣神的文书，我爱恁了解。恁知，恁要是异教徒的时，出伫人带去拜袂讲话偶像，所以我爱恁了解。所有受上帝神感动的人，无人会讲耶稣着受咒诅；若无受圣神感动，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文书有真侪款，毋过赐文书的是共一位圣神；侍奉有真侪款，毋过是侍奉共一位主。慷慨有真侪款，毋过帮助逐个人去做逐项代志的是共一位上帝。圣神伫逐个人身上显明的，是要互大家得到利益。有人通过圣神得到传信息的智慧，有人根据共一位圣神得到传信息的知识，有人对共一位圣神得到信心，有人对共一位圣神得到医病的文书，有人得到行圣者的文书，有人得到传上帝信息的文书，有人得到分辨上帝的神甲别个神的文书，有人得到讲灵语的文书，有人得到解说灵语的文书。这一切拢是共一位圣神的运作，依照家己的意思，将无共款的文书分予逐个人。来，请老牧师来传讲今仔日的信息。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自即管，互阮踮伫充满变化的时代，阮犹原会当三自执，阮也犹原会当踮伫你的圣殿献上敬拜。愿主用你的圣神临在踮伫阮中间，感动阮大家，互阮对你的话语，阮通得到帮助，也通得到祝福。互阮伫每一日，愿我靠你；每一日，愿拿得到开力。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愿这大家平安。现在时代变化真正足紧的了。顶礼拜阿哥会当免挂口罩就讲到，即礼拜无法度。咱的变化超越过咱的想象，社会嘛一直拢咧变化。去年当疫情咧爆发，甲现在看起来疫情咧危险的时阵，状况嘛拢无共款。去年是咱咧注疫苗，逐个人找无疫苗通好注，到现在，嘛足麻烦的，因为即马昨咧预约的时阵嘛一直咧想，我即马到底是要选择伤济，即马到底是要选倒一个？选了，阁发现有诶就已经无啊。所以其实变化一直超越过咱的想象，无论是每一年，病毒嘛咧变化，疫情嘛咧变化，人的方法嘛一直咧变化，政府的政策嘛咧变化，所以咱嘛要面对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的时阵，老实讲，这真困难。尤其现在阁是一个咱无法度去选择卖也卖。现在咱咧面对的是，咱到底要如何去面对每一个问题？所以当咱会当踮伫教会中间三自执的时阵，当然我嘛知影，咱大家嘛一直咧想，敢袂今仔日咱聚会了，后礼拜咱阁无法度聚会，任何事拢有可能。所以伫这个多元充满变化的时代，每一间教会嘛拢咧敲吹，咱要怎样踮伫逐项的问题中间敲出一条新的路。有一间教会是安尼，这间教会是袂歹的教会，大教会。自古早到现在，有几啊位真出名的传教者来做伊的主任牧师，所以这间教会看起来袂歹。内底的领袖袂少，有的人读册读了真好，学识真丰富，有的人生活真富裕。所以，踮伫领导阶层内面，因是真优秀的。对伫信徒来讲，
侪信徒虽望因是咧做工，但是由愿上帝赏赐因侪智慧，互因真够讲话，嘛真够会晓带领聚会。所以踮伫即间大教会内面，你永远毋免烦恼讲，逐礼拜啥物人会当徛讲台，嘛逐礼拜拢免去烦恼讲司琴伫对，也是敬拜团踮伫啥物所在。看起来即间教会袂歹，是一间充满温顺、充满气力的大型教会。但是内面中间的人咧，对教会有无共款的想象。虽然看起来人才真济，温顺真济，但是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对教会未来要发展的路线完全无共款。有的人认为讲吼爱讲方言，有的人讲咱一定要追求方言的温顺，爱追求属灵的温顺。嘛有人讲吼，咱应该爱踮伫真理这方面有好的起做。所以，咱爱办查经班，咱爱办神学讲座，咱爱办足侪课程。嘛有人走出来讲，这拢无算啦，传福音较重要。嘛有人走出来讲，传福音较重要，所以其他拢免，只要去传福音，会当带领人信主，安尼就好啊。所以伫教会内面，三款无共款的认知。有人讲爱追求属灵的温顺，一定爱讲方言。有人讲一定爱上足侪圣经的课程，爱有神学教育。嘛有人走出来讲，这拢免，只要传福音，会当带领人信主就好啊。就因为安尼，因为一开始所讲的嘛，因拢真厉害，因温顺真丰富，因拢足厉害，所以逐个人谁拢无爱听谁的。伫教会中间，真做无共款的派系，彼此咧对立。慢慢，这是教会的路线，踮伫伦理顶面，就愈来愈无共款的意见啊。有的人真保守，有的人足开放，有的人主张传到遮一定爱独身，嘛有人主张结婚信徒结婚吼，任何理由拢会当离婚。所以每一个人想法嘛拢无共款啊。只要牵涉到当地甲宗教遮个物件有关系啦。对一切异教的文化呢，有的人讲吼，这属于魔鬼，所以绝对袂当有关系。嘛有人讲咱信基督，所以踮伫基督内底，咱已经有完全的自由。咱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免去插遮个代志啊。反正遐个偶像的代志袂影响咱啊。这是踮伫伦理，也踮伫宗教，因无共款的想法。搁较精彩的是啥物？教会中间一个少年人，伫伊的老爸过身了后，马上甲伊迄个真少年、阁真水的后母结婚。结婚典礼的时阵，教会中就全部拢去参加，真精彩。另外一摆，教会内面2位有钱的领袖做伙咧做生意，趁袂少钱，但是到伫上尾因为利益的缘故。2个人相告，就法院去。法官阁讲，恁到底做基督徒到底是咧创啥？这是一间什么款的教会？唔知影咱安怎看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叫做哥林多教会。这间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在咱来看，咱会感觉这就是一间乱七八糟，看起来无可取的教会。若是咱绝对无想要去参加这间教会。这间教会乱糟糟，逐礼拜拢毋知要做啥物。哥林多教会的多元甲丰富，颠倒造成因信仰中间的混乱。这是哥林多教会所拄到的状况，因混乱甚至分裂。在伫咱看，这就是一间充满问题的教会。但是这是咱咧看，保罗安怎看才重要。这是咱所看到的哥林多教会啊，一间大教会，信徒真勇，领袖真有才调。但是因为伤过有才调，致到逐个人谁拢不爱听谁的，
无共款的路线造成教会的问题。这是咱所看的。伫保罗伊讲，伊看到啥？伊所看到的是，就算讲任何教会充满问题、充满冲突，伊犹原是一间富足的教会。伊犹原是一间踮伫上帝的听下面、温顺济济的教会。常常咧读圣经的时阵，咱真少安尼去想，迄个教会无完美。读圣经的时阵，咱常常会真自然认为讲，迄教会应该爱足好的吧。但是咱袂记哩，哥林多教会就是一间踮伫无完美的过程中间学习向前行的教会。听安尼讲了，咱一定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温顺满满的教会会真做即好？到底这个状况呢？为啥一间上帝赐福满满的教会会真做安尼？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当继续来想，今仔日咱所看到的教会，甲哥林多教会其实嘛无差真济，敢毋是？今仔日咱所看到台湾的正教会来讲，恐惊所拄着的问题嘛，袂比哥林多教会较少，咱嘛无比因较好。这提醒咱一件事：无论安怎，教会徛起伫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人来跟对基督的咱永远咧面对罪的问题。咱永远咧面对罪，就算讲咱跟对基督啊，咱心内底犹原受着一个欲望咧掌握。心内底哪亲像带一只野兽，即只野兽叫做欲望的野兽，一直想要搁较济，一直想要掠搁较济，想要掠搁较济利益，想要掠搁较济权力，所以一直想要互别人看见我真厉害，想要互别人看见我比你搁较好，也因为安尼，所以我坚持我所看到的。讲方言，所以我敢若看到讲方言，若是无追求讲方言的文字，其他拢无算。圣经最重要，所以一定敢若会当读圣经尔，无认真读圣经，其他拢无算。是有个人讲，就是传福音就好啊，其他拢免讲，只要带人信主就好啊，其他拢免讲。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拢有一个我讲的欲望的野兽。某一个程度是，咱敢若想要互人看见我家己，想要互人看见我家己比你搁较好。所以，即只野兽踮伫咱所看到的世界，伫遮咧请拼，伫遮逐个人伫遮咧请拼的过程，即只野兽愈食愈大，愈食愈大，到伫上尾会发现啥物？伊所行过的路，敢若村边啊。敢若遐个碎屑尔，整个的世界都是遮个强的甲强的咧车拼，相对弱势的人连活落去的愿望拢失去啊。但是无论安怎，就算讲你赢，就算讲咱已经赢，内心犹原有真大的惊吓，因为无论你摕偌济，心内底咧惊啥物，有一天。若是我失去这个，我要安怎办？就算讲我食愈济，我摕愈济，我犹原会惊讲，敢会有一日边仔佫走一个比我佫较厉害的人来甲我拍败咧？这就是罪的影响，这就是踮伫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咱做伙咧学习的，基督就踮伫这中间出现。基督一点伫这中间出现伫你甲我的面前，伊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因为伊的平凡，咧提醒咱心内底有真大的惊吓甲不安。咱想要控制愈济，是因为我足惊讲，我面对一个发生啥物代志，我无法度控制，我会足不安呢，因为我嘛毋知影
未来的社会到底要变成做安怎。所以趁即马我会当摕的时阵，我啥物拢要摕，为着要得到较侪的保证。基督出现伫这中间，基督出现伫这中间，咧邀请咱转来到伫伊的面前吧。伊咧听候，伊咧听候咱会当转来伫伊的面前。伊嘛承受，伊承受啥物？咱定定因为惊吓，因为不安，所以咱攻击基督，甚至到伫上尾啊，伊互人钉死伫十字架。照着安尼，咱的罪，咱的问题伫遐得到解决。教会就是安尼，教会咧面对的是一条真困难的路，每一个人的眼光拢无共款。每一个人的需要拢无共款，每一个人的想法嘛拢无共款。咱真多元，但是咱永远敢若看到表面的问题，咱无看到伫遮尔多元、遮尔丰富的背后，咱永远咧面对啥物？咱永远咧面对咱的生命欠缺疼，咱的生命欠缺有人接纳你，咱的生命欠缺的是有人对你讲，我听你。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迄个迄个多元真做混乱，咱失去真正的根源，也就是彼此相听。保罗甲哥林多教会咧讨论这个文书，都是因为看到讲。其实，伫哥林多教会主要的问题是，因追求的属灵的文书，然后讲我一定要讲方言的文书，所以遐会晓讲方言文书的人，就至到上尾啊，因感觉伊比别人搁悬一等，开始认为讲啊，你较软弱，我较厉害，所以这个文书造成信仰团体顶面的问题。为什么会安尼？因为某一个方面来讲，因也受到异教的影响，所以保罗才会提醒这些兄弟姊妹讲：恁原本是受到遐个无生命的偶像所辖制，受到遐个无生命的偶像所控制啊。保罗才会搁一摆提醒咱：既若互上帝的神所感动的人，绝对袂讲耶稣是应该爱受咒诅。同款，若毋是受到圣神所引带，无人会当讲耶稣是主。为什么伊咧安尼讲？伊咧提醒所有的人，毋是讲方言的人比袂晓讲方言的人较厉害，毋是你会晓讲做啥物文书的人比其他的人较厉害。若无圣神的感动，无任何一个人会当讲耶稣是主。所以安尼来讲，只要咱承认耶稣基督成做咱的主，咱的生命已经领受圣神，而且是咱的生命不断受到上帝的神所修正。所以对保罗来看，无啥物人比啥物人搁较厉害，因为咱属伫耶稣基督，咱属伫迄个唯一的。迄个唯一的一，才会赢过一切的多元。若无找到迄个一吼，你一切的多元拢是空的。无迄个唯一的一，其他拢是假的。文书有济项，但是拢是共一位圣神所赐。文书有真济，也是共一位主所赐。工作有真济。但是嘛是共一位上帝赐予咱会当工作的能力，为着啥物？为着要互咱大家拢得到利益，这最重要哦。每一个人会当做无共款的工，每一个人会当做无共款的文书，是为着啥物？为着咱大家的利益。若是咱追求圣神的文书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恐惊咱就拄着大问题啊！
若是咱追求圣贤的文士，只不过是为着要展现讲我比你搁较厉害，安尼有可能咱已经行歪错。是爱为着大家人的利益，所以咱发挥咱的文士，踮伫教会内面，踮伫社会内面来发挥咱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伫教会内面，伊也继续讲，有侪侪无共款的文士。有人会晓讲，有人会晓传智慧的信息，有的人会讲知识的信息，有人有信心，有的人会当医治破病的能力，有的人会当行神迹，有的人会当讲灵语，有的人会当翻译灵语。每一个文士拢无共款，但是重点伫倒落，毋是看遮尼侪文士，是看遮尼侪文士。最后的迄个义到底是啥物？遮尼侪文士背后的义是基督，迄个唯一的义就是圣神踮伫咱的中间。所以圣神赏赐咱有气力，互咱会当踮伫无共款的事工顶面，咱三体来付出。有的人会当唱歌，有的人会当扫涂骹，有的人会当修理电火，有的人会当带敬拜。每一个文士拢无共款，但是咱千万毋通认为我会晓这个比别人搁较厉害。是咱每一个人拢重要，因为每一个人是要为着啥物？为着大家的好处，为着大家的利益，成做一间教会，成做一个信仰团体。所以踮伫这个多元而且真变化快速的世代，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经验，无共款的想法，甚至一代一代咧过足紧的。咱现在的青年所出来的，毋免讲甲咱无共款，甲我嘛有当时想无即摆的青年人咧想啥。一代一代5年、10年，就已经完全拢无共款的世代的想法。大家人拢无共款。但是咱千万爱会记哩，是基督的疼，将咱组织做一伙，为着要做伙敲找一条军队伊的道路。有当时咱会问讲，为什么咱会来即间教会？有当时咧问，我嘛有问青年，为什么咱会来即间教会？当然，咱的答案拢无共款。有的人讲，这就住阮隔壁。有人讲反正我是大人，自细汉就踮伫即间教会。有的人我搬厝拄好经过，看到即间教会水水，所以我就来即间教会。有的人是朋友踮伫即间教会，所以我来到伫遮。每一个人答案拢无共款，但是重点是啥物？伫遮的无共款答案的背后，有一个答案真重要。咱敢有想过，是上帝找你来遮，是上帝找咱来到伫即间教会中间。无论我是因为住足近的，还是无论因为我是经过看到即间足水的一摆，还是我有朋友伫遮，还是任何的理由，是上帝找你来到伫即间教会中间。有当时咱想过无用，为着代志。真正逐工舞到足忝的时阵，咱会袂记哩讲，咱定定受着心内底迄只野兽咧掌握，直到咱袂记哩基督一直陪伴踮伫咱的身躯边。充满问题、充满冲突的哥林多教会，伫牧者保罗的眼中，伊毋是问题教会，伊是一间大家人做伙伫遐。想要敲吹，要怎样活出基督款式的教会？所以，就算讲咱今仔日所看到教会有问题、团契有问题，还是任何一个事工有问题，重点拢毋是问题，重点是每一个人踮伫遮，咱要做伙。会记你讲，是上帝找咱来遮，上帝找咱来遮，为着咱要做伙找一条。活出基督款式的道路，这是唯一对伊到伫倒
才会互多元，才会互温顺，真做祝福。教会就是安尼，咱永远袂完美，因为除了基督以外，无任何完美的所在。重点是，咱踮伫遮付出咱的温顺，咱就会当不断伫学习的过程去见证，对一到济，共生共赢。我捌带青少年耍一款信心的游戏。信心的游戏有当时就简单的，就是大家人围一个圆圈啊，你要向倒一边倒，边仔的人一定甲伊看掉的。但是有一摆，阮过去咧耍的时阵吼，耍一个较困难的。耍一个较困难的是啥物？用3张迄个睡袋，一个人爱倒伫中啊，边仔的人爱甲伊换咧，然后要创啥？甲伊等伫空中甲接入来。甲伊做伙爬往空中，然后所有人爱甲伊接着。一开始吼倒伫中啊，大家人拢足惊的，到底是边仔的人会使无？但是慢慢我就发现，周围的人开始咧安排讲，咱安怎排咱的位，有力量的人甲较无力量的人爱小穿插一下。有的人足够观察，所以伊即马迄个人，互人派对空中的时阵，咱要对安怎接？有的人观察力足重要，爱好好甲伊接就好。到伫上尾吼，我发现大家人耍甲真欢喜，倒伫中啊，迄个吼一直讲再高一点，再高一点。伫迄个过程，我感受到这是一场梦。教会就是安尼。有人有体力，有人有智慧，有人有眼光，有人会晓将所有人招做伙。然后咱咧做伙来建起来的时阵，这就是教会。咱咧编织一张信望爱的梦，一张信望爱的梦啊，去甲每一个人接起来。所以到伫今仔日。咱检测面对疫情搁一摆咧影响咱，也是科技的发展超越过咱的想象，嘛有可能咱富有的人甲丧凶人的距离犹原非常的遥远。也伫这个世界充满侪伫战乱中间，充满侪伫失丧中间的人，但是上帝呼召每一间教会，也亲像咱每一个人共款。咧做伊的工，上帝呼召每一间教会，奉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咧共同来建这张信望爱的梦，去扶持每一个软弱的人，去鼓励每一个绝望的人，互咱会当经验基督的新创造，活出应一到济的丰盛。今仔日的咱就是安尼。咱无可能将温顺藏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互咱温顺，为着要找咱。上帝找咱每一个人，活出咱的温顺。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咱咧经这场梦。也踮伫疫情，咱搁一摆咧学习，咱拢是生命共同体。咱是生命共同体，无论踮伫台湾，也是甚至踮伫国外。最近咱踮伫国外的亲人也有人确诊，但是重点毋是拄着问题，重点是拄着问题的是咱会记哩，咱拢是生命共同体。透过祈祷，透过咧敲碎，也咧发挥咱每一个人温顺，互每一个人受着扶持，互每一个软弱的人会当搁徛起来。这是教会。今仔日教会有无完美，嘛会当讲教会永远无完美的一日。但是咱是安怎？咱是不断学习，行伫活出耶稣基督款式的过程。咱是行伫这个过程，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一直追求哪来哪亲像耶稣，哪来哪亲像耶稣的过程，发挥咱的温顺，互教会真最丰富。
互咱的性命真做丰富，互每一个需要的人踮伫主的疼下面，得到建立；踮伫主的疼下面，咱得到鼓励。请咱做伙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以到这，心内迄只欲望野兽，吞假万米，为着要避免天下，互人看见伊的存在，都敢若剩残痕，无互人生存望。都敢是好嘛？温顺真压迫，失去疼，拢真空。一为基督，我随顶口疼，破心魔。以一到这，赢过黑暗，杀倒骄傲，互教会编者疼望。共生共赢，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拢有一只野兽。今仔日，咱将咱家己带到伫伊的面前，咱咧敲吹基督的疼，咱咧敲吹基督用圣神赐予咱逐款的恩赐，互咱会当活出生命真实的丰盛。咱要做伙来看圣诗564首，踮伫圣诗564首，咱要吟的过程中间，感谢陆基多牧师发挥伊的恩赐，所以我要带咱来看第3节甲第4节，咱解过啊。陆牧师针对我头拄所写的诗，改写第3节甲第4节，咱做伙来读看卖吼。圣神互咱多样恩赐，见证基督是主，伊用疼为咱来拍碎，做咱典型模样。圣神赞咱发挥恩赐，赢黑暗，除骄傲，编者圣望爱教会望合一共生共赢。互咱对第1节做伙来吟。哈基灵灵民主爱，一切拢对主来，平静勇敢信心望，也对天主落来。求主将这本课带给，照见大人谦敬，思想轻贵那尊旁求，求救主面前。星星互咱都有恩赐，见证基督是主，已经听为咱来拍碎，虽然典型无形。星星赞人光辉恩赐，也黑暗都骄傲，编织新帮爱教会帮，合一共生共听。当齐来祈祷，主圣神求你来，
降临阮逐人的心，互阮赢过一切黑暗，破除一切的骄傲，互阮知，阮同齐发挥无共款的恩赐，是为着众人的好处，是因为主基督，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子，也将逐样恩赐放伫阮的生命中间。主求你感动阮，也求你来引带阮，互阮勇敢发挥无共款的恩赐，也踮伫恩赐的背后，阮知，伫每一个多元背后，拢是主基督，拢是主圣神的引带。愿主你坚固阮，互阮踮伫看起来充满考验的时代，阮犹原手牵手向前行，活出合一，活出共同的阳光，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当心来奉献，回应上帝对咱的疼。请坐。简单来做几项事的报告吼，咱圣经学堂踮伫后礼拜，咱的范围踮伫遮吼。圣经学堂后礼拜煞26甲2月2号，咱休困2摆。然后过年了吼，过年了我会带大家读迄个马可福音，所以欢迎咱会当继续咱踮伫。后礼拜了，咱休2礼拜，过年了，咱要做伙对马可福音来做伙学习上帝的话。我踮伫即礼拜，阮全家会先转去过年吼，阮会先转去过年。过年的时阵，阮拢会踮伫教会，所以我会对1月21到26，阮暂时转到北部，到伫其他的所在伫遐过年。这中间若是有紧急的事吼，请甲王传道来做联络，也是咱的小会员来相联络吼。我搁刷来，咱今仔日要来颁奖啦！咱的主席有小朋友参加阿尔法
阿尔法圣经朗诵比赛，啊，今年因为拢无法度迄个实体，所以今年是拢录影去比赛。啊，咱今年的成绩非常的好。然后一个是广播剧吼，广播剧《以斯帖记》，咱叫做东门喜洋洋，因摕到第1名。第一名啊，所以咱的演员有李承熙、李承亮、黄巧芯、黄巧云、蔡欣恩、刘立盘加高应礼吼，这是迄个第1名广播剧。啊，过来华语读诵吼，这是咱最近这几个月中间有新来的会友是黄宝文兄弟伊的曾孙一段心得，但是定定若是转来拢会参加主日学。啊，参加主日学，伊看到这个比赛，伊就想要参加。啊，一定有华语读诵第1名，这真厉害。啊，过来台语读诵第2名是阮刘立盘。啊，过来家庭团诵第2名就是阮专家。哇，所以今仔日踮伫礼拜中间，咱特别要来颁奖互咱的这个小朋友。今仔日踮伫礼拜中间，咱特别要来颁奖互咱的这个小朋友。好，多谢。所以鼓励咱咧，大家庭会当做伙努力。讲一个，讲一个最大的秘诀，咱讲台语较少人比赛，所以读台语一定较容易会当得奖吼。所以鼓励咱大家会当做伙学习讲台语吼。好，过来今仔日吼，平常咯因得到一个早孙嘛，所以魏家甲嘉恩带因的细囝永贞要后一摆来到伫咱中间吼。嘛请因来到伫台前啊，咱特别为着永贞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吼。
哦，感谢主的恩典啊，做姐姐啊，感谢主的恩典啊。哦大家人就有兴趣，到底因广播剧第1名生做安怎对不？卖个关子，新春礼拜放给大家听。卖个关子，不是现场表演，新春礼拜放给大家听啊，所以有兴趣的啊，新春礼拜咱会当做伙来学习表演，可能会伤过紧张。好，我做以上的报告吼。好，我做以上的报告吼。来因祝福财献的信息第399首，愿上主大人来，请做伙起立来吟。399首，愿上主大人来，请做伙起立来吟。愿上主大人来，敬点你心内。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点伫恁的心内，互咱会当做伙发挥上帝的恩赐，互众人通得到祝福，对他直到永世代。阿门。